sorry 我未放帶到嗰個音。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回到我最初的爱，回到童真的身材。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人世的挚爱，明白原始的情怀。我情愿分合都来，能换来穿越的天籁。我情愿现在与未来，能充满全然的爽快。Say goodbye. Say goodbye. 前前后后，迂迂回回的试探。Say goodbye. Say goodbye. 安守光阴，不留一丝遗憾。Say goodbye. Say goodbye. 安守光阴，不留一丝。竹晴，喺麻煩咁多位評審可以俾分。有時喺台上面就係咁啊，係咪啊？有好多嘢好難預計嘅。我知道你揀呢一隻歌咧，其實因為你想表示你自己嘅期待，你期待乜嘢？我期待咧就係將過去嘅就過去咗啦，咁樣期待更好嘅會到來。係咁就諗住由今日我哋喺呢個 final 開始，係咪？係個感覺其實後尾我哋都聽到啊，深深個感覺。我哋不如一齊睇下你期待嘅分數係幾多，一齊睇睇。OK， 91分，胡謹賢老師。Malaysia， Malaysia。過嚟，好可惜。其實咧喺台上咧 ，Earphone 戴唔好，由得佢。有啲 supermodel 喺台上高踭鞋斷咗，唔理佢照行。所以正話你一開始咧，你打散咗我哋聽你嘅歌嘅嗰個注意力，你亦都打散咗自己唱歌嘅嗰個專注力。
所以成隻歌嘅過程咧係嘅，你係一個好好嘅歌手，但係咧成個過程咧係得4個字：力挽狂瀾。廣東話點講啊？力挽狂瀾。係啦，但係都好玩得到喎，OK 喎，唱得好喎。多謝毛老師，謝老師。 Thank you。好，肥媽，毛老師講得啱。The show must go on。當你冇戴到耳機嘅時候，尤其是我哋而家呢個係現場嘅，即係喺電視機裏邊啊，喺電視機旁邊啊，喺現場個個都睇到嘅。你係唔可以俾人知道，同埋話你要停一停，冇可能。你一路唱落去，一路帶。The show must go on，變咗你自己又唔定啦，對觀眾嚟講又會怯咗咯。如果你唔係唔記得帶 earphone，你可能仲高分。多謝評審。多謝。好，我哋而家俾少少時間咧，阿淑晴入去咧，準備佢下一 part 嘅快歌，好唔好啊？我哋轉頭翻嚟有最後一位選手許美琪。